贞元21年正月癸巳，天子遭人施纣，前所未有。此人这个样子有多久7天7夜，睁眼无眠。何人可破？在下起居郎白乐天，专写天子行止。不知道皇上真正的死因，我下不了笔。在下空海，是倭国来的沙门。我来长安是为了求法，可惜连山门都没能进去。